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！這次貴州郊遊團都令我哋大開眼界，每一日都充滿咗驚喜。第一日我哋去咗青岩古鎮，好似穿越咗古代啊！我哋仲試食咗當地特色小食，味道難忘。第二日上午，我們到姊妹學校交流，他們表演了燭光舞、打鼓和同族大歌小山羊，我哋一齊做手工、交換禮物，玩得好開心。下午我哋到咗壯觀的黃果樹瀑布，嗰度水花飛濺，好似落雨，比書上看到的震撼多了。第三日我哋參觀了天文體驗館，認識了中國天眼，原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望遠鏡，能探索宇宙的秘密，真厲害。第四日我們學做蠟染，體驗傳統工藝。下午到西江千戶苗寨，穿上漂亮的苗寨服裝，還試了高山流水，敬酒儀式又有趣又特別。這次旅遊令我們感受到貴州的文化和自然之美，也結交了新朋友，真是難忘的經驗。謝謝大家。